新闻头起先，咱先来看美国对中关税后礼拜三找到的降期。亚洲国家当中，越南是已经完成谈判，也若是日本呢，因为是无爱买这个美国币和美国车，所以嘛引起美国总统川普的不满哦。日本的首相石破无是表示，美国车伫日本是真恶销，因为很多路伫咧倒病，而且阁真高加油。 日本首相石破茂催你讲，伫咧甲美国嘅贸易谈判无进展，结果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对亚洲嘅盟友叫国家间嘅关系时阵，伊决定要保护日本嘅国家利益，甲关系比起来，怎么更加注重投資？日本はアメリカにおける世界最大の投資国であり、そしてアメリカにおいて世界最大のいろんな国が投資していますが、その時にアメリカに売れる自動車が減るとするならば。 内需の拡大、そして輸出先の拡大、米の生産というものが減りすぎ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す。もう一つは米のようなものは価格弾力性がちっちゃいので。日本伫咧农产品市场开放，尤其是米立场正强硬，汽车嘛共款。美国总统川普就是对这正无欢喜，尤其日本不爱买美国嘅车。石破茂讲，美国车驾驶座伫咧倒平，伫日本正无好卖，而且电力效率低。日本车伫美国市场占有率高，美国车伫日本占有率低。With Japan, they're very tough.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y're very spoiled. They won't take rice. And yet they desperately need rice. They won't take other products that we have. Or the cars, as you know, they send out millions. We didn't give them one car in 10 years. We know you can't do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we need, and therefore you'll pay a 30%, 35%, or whatever the number is that we determine. 美国对中关税90天宽限期后礼拜三找到期，真侪国家拢赶伫咧即个期限进行甲美国讲成贸易协议。川普进前伫咧社群媒体已经先答文讲，越南已经讲好势啊。彭博社报道内容包括对越南出口到美国嘅商品扣20%嘅关税，转运嘅商品扣40%。越南方面将会取消所有对美国商品嘅关税，开放因嘅市场，并且加强原产地规则，来减少中国嘅商品经过越南转运嘅情形。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